各位兄姐，大家好，咱即马来开始今仔日的吟诗学乐。首先，咱先献开第16首，咱着对住唱歌。这首圣诗吼是6/8拍吼，所以作曲者是墨西哥籍的卡洛斯哦。啊，编曲的嘛是墨西哥人，不过伊伫美国受教育，所以伊咧编曲的时间，伊的速度有变较紧一丝啊。所以咱等下咧唱这首歌的时，咱会使用较活泼、较喜乐的心来唱这首歌，那敢若咧跳舞共款吼。好，开始，咱吟1、2节吼。咱着对主唱歌，快乐吟诗来学乐，唱出这当时歌，学乐主为你心创造，唱出奇妙创作，真心的头感大海，一个山最是歌。心，咱刷落来，咱来献开87首。咱即马就来收回咱这欢喜的心。克西玛尼花园内面，这首歌哦，伊是一个19世纪的美国诗人塔班伊所做，伊咧描写耶稣最后一暝。伫个克西玛尼园忍受煎熬甲痛苦的场景，所以咱即摆心情要转换吼。好，咱来唱1、2、3、4吼。情。
首505首，我要重视。咱来唱2节吼，第1节甲第2节。到这。请大家闭眼睛，来敬拜上帝。全地拢着对上帝来做欢喜的声，唱歌学乐伊的名荣光，用学乐的话来显明伊的荣光。全地要敬拜你，吟诗学乐你，要吟诗学乐你的名。
三个来吟圣诗16首，咱着对主唱歌，请起立吟全首。三角额头来祈祷，至悬至大转灵的爸上帝，感谢主，经过3年的疫情影响，全球疫情渐渐减轻，慢慢恢复疫情前的生活。感谢你带领阮，主日来到圣殿敬拜俄罗你，也求你固守无方便出门的会友，伫线顶永远会当敬拜你。天地万物拢是你创造，每一工你是你想事，总是人类对环境会无疼惜。你教环境污染、气候变迁，求你怜悯，放弃阮的秉性，对每一人做起，来努力保护、固守这个环境。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已经1年外，全世界经济也拢受影响。求主怜悯，愿主赐予全球的执政者智慧，拢会当听叹你的话语，行公义甲和平。伫台湾即个岛屿甲即世间，互普世同心促进上帝国行伫即个世间。主啊，也求你赦免阮的罪，怜悯阮的软弱，阮所行常常无照你的旨意行，阮的志常常无受控制，无讲疼惜别人的话，反倒讲出伤害人的话。阮拢带有原罪，常常活伫私欲中，怨妒、论断、自私、遐心无够。搁我一拄过，阮纪念感谢主耶稣的告我，带有阮延伸的愿望。主耶稣的牺牲，用伊宝血洗清阮的罪，赦免阮。互阮会当来到你的面前来亲近你，得到对你来的平安甲喜乐。教会中有会友，也是家属有病痛、住院，也是伫厝疗养，拢求你固守陪伴，亲身安慰因的灵，互每一位倚靠你的，拢得到快乐甲平安，得到医治，互苦痛诚做见证，诚做祝福。教会正正的活动，暑期的儿童营、古籍的写生比赛、教会讲座、缅甸的宣教，拢求你固守，互每一项事工活动，拢会当传你的信息，荣耀你的名。
这时，阮要照主耶稣教示阮的祈祷讲：我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你的日亲像在天里。阮的日息今日互我，赦免阮的辜负，亲像我也赦免辜阮的人。有你带阮一日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阮的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请大家掀开新版圣诗后面2057页，启用文第33篇，就是诗篇139篇，咱三角来启用。上主啊，你有感谢我、捌我？对镜，你嘛看会出我的心思。我的所行所做，你嘛拢知。你已经知我要讲什么。你亲手保护我。遐尼高深，超过我的了解。走到倒位，我才会当多谢你。我若落阴间，你嘛伫遐；也是去到日落迄边，你的只手嘛会扶持我。叫阿平甲我食早，暗时亲像日是遐尼光。上帝啊，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我若要算，比海沙较侪。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求你指点我，互我无歹行为。三角来吟圣诗87首，刻西玛尼花园内面，拆起了吟全首。
请坐，三脚来祈祷。主必听从的上帝，真理活命是你赏赐，福分的缘福对你来。阮即时要用较无的心来追求你所要赏赐阮的分业，恳求你的圣神充满伫阮的中间，用保惠师来教示阮，透过定牧师的讲道，互阮对你的话语灵命得到培养，信仰得到坚固，活出基督的香味，言行益人，会哪听人，会哪听你。阮安尼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这是咱三脚来共读圣经，新约马可福音14章32节到42节，请咱注意看，听我来读。32节，耶稣甲门徒来到一个所在，叫做客西马尼。伊甲门徒讲：“我去祈祷，恁踮遮坐。”伊就带彼得、雅各、约翰做伙去。伊真惊吓，非常痛苦，对因讲：“我心忧伤到要死，恁踮遮着警醒。”耶稣行较进前，趴伫涂骹祈求，看会当互伊免经过即个痛苦的时间袂。伊求讲：“阿爸爸啊，你逐项拢会。”即个杯求你甲我摕开，毋过毋是照我的意思，着照你的旨意实行。后来耶稣转来，看到门徒在困，就甲彼得讲：“西门，你在困哦？你袂当警醒一点钟久是无？着警醒，着祈祷，才袂陷落有血。恁虽然心真意爱，毋过肉体软弱。”耶稣搁去祈祷，嘛是讲相款的话。伊搁转来，看到因为目睭真涩，还伫困，伊毋知要甲耶稣应甚物。耶稣第三遍转来，对因讲：“恁还伫困，还伫休困哦，到夜人。”时间已经到，恁看，人子是出卖交伫罪人的手头啦。起来，咱来去，恁看出卖我的人来啦。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佮照伊的话去行的人。下面要请阿萨诗班来赞美，你是真道直到通世界。Hãy
给永文牧师来讲道克西玛尼园的祈祷。主内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感谢阿萨士班今仔日用真水的歌，你是上帝真道，直到通世界，来引带咱来学了上帝。这首歌会使是讲将耶稣的故事完整来展现出来。特别包括咱伫进前经历的受难到过活。盼望福音会当通到全世界。咱今仔日马可福音继续读到第14章32节到42节。伫今仔日经文的一开始，咱看见耶稣甲11个学生，犹太无在场，伊较过才会搁倒转来。因行过吉伦溪，来到橄榄山。一个叫做克西玛尼的所在。克西玛尼这个名，真有可能是指伫迄个压榨橄榄的所在。咱知影古早橄榄迄个果子放伫石盘顶头，用石磨磨过，迄针呢就对下骹一空流落去，就会当收成即个橄榄油、橄榄汁。即个所在可能就是一个安尼的所在。4本福音书内底只有约翰家叫做园仔，是一个园。伫马可遮，咱值得看的，就是讲伫头前的故事内底，马可若讲到地点，拢毋是足清楚，拢足紧就带过。但是到最后，咱今日咧读的遮个受难的故事，一直到耶稣受钉十字架，马可突然开始真详细、真明确。咱看到伊讲起克西玛尼园，搁过去，讲到大祭司大的所在，总督彼勒多伊的官府的迄个埕，最后讲到各各他，耶稣行往各各他，真有可能。这个所在就是马可的读者，上早的读者，因拢真熟的所在。进前伫加利利的庄骹，遐所在可能人毋知，但是今仔日咱开始进入一个当时初代教会，大家拢真熟悉、真实生活过的所在。今日经文一开始，咱就爱看，咱马上爱指出。伫马可福音内底，无任何其他的经文比今仔日这段，互咱安尼遮尔直接，甲耶稣的人性相拄。咱读着马可安尼讲，伊真惊吓，非常痛苦。搁落去对因讲，我心忧伤到要死。希腊文的原文会表达。搁较直接，搁较强，一般的翻译本无容易甲翻出来。耶稣伫忧伤中间，会使讲惊到皮皮喘，苦恼、忧伤到要死。有一寡翻译本，包括咱的台语的翻译本，小可也有掌握到即种的情形。伫遐讲耶稣趴伫涂骹，趴伫涂骹。咱想象伫遮所描写的图像，是一个人强强伫要经历着迄种起青惊，咱讲迄种 panic， 伫要青惊起来的迄个情形。圣经学者保宁安尼讲，耶稣差不多是无法度控制伊家己，强强要情绪要规个放弃，情绪崩溃。各位兄弟，这种的情景绝对无符合古代世界内底对英雄要面对死的迄种的期待。
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后来伫人生上尾去互判死刑，讲伊煽动这青年的思想，结果200几票，240几票对220票判伊死刑。结果伊真镇定、真安静，啉毒酒，啉了，佮继续甲朋友开讲，才死去。马加比的革命，咱进前讲到，遐革命者嘛，提供一个真高尚的典范，因拢一个志愿面对死亡，真有勇气，展现死亡真水的形象。因为安尼，第2世纪有一个学者写文章攻击基督教，叫做克里索 （Celsus）。伊伫文章内底安尼讲基督徒啊，恁看到恁的耶稣伫遐哀哭，搁惊吓，甚至伫遐求讲会当免死，恁哪会当相信伊是一个神圣的上帝？咱若搁读落去，耶稣有祈求，看会当互伊免经过即个痛苦的时间袂？即个祈求正正咧表达迄个惊吓。总是咱知，若无即个惊吓，耶稣就无完整的人生。耶稣若无惊死，伊就无法度完成上帝的旨意甲计划。安尼有人咧问，耶稣是惊什么？伊惊死吗？还是惊迄个行往死亡迄个痛苦的过程，肉体的痛？总我解决甲马丁路德甲加尔文提出无共款的看法。因讲，因为耶稣承担全人类的罪，伊咧惊是咧惊迄个伊代替世间人所爱面对的审判。加尔文安尼讲，原来耶稣并无惊死，因为迄只不过是离开世间的过程，总是当伊想着上帝迄个可怕的审判台，审判官本身的迄个刑罚甲报酬，加上伊承担咱正人的重罪过，这拢成做极大的重担，缀伫伊的身躯顶。后来保罗伫哥林多后书5章21节，嘛安尼解说。伊讲上帝互无罪的基督，为着咱的缘故，诚做有罪，互咱通靠基督甲上帝建立合宜的关系。这拢是对耶稣的死所做神学的解说。不过马可并无安尼遮尔明确地讲，伊敢若描写迄个过程。伊讲上帝通过这个真实的人，拿撒勒的耶稣，伊的软正甲伊的死，完成伊奥妙的拯救的作为。同时，上帝嘛通过遐背叛、谴责、处死耶稣的人，因的罪来完成伊奥妙的拯救。伫遮咱看见人的软弱甲罪，甲上帝神圣的计划，成做一种真奇妙的关系。经文搁落去36节，咱看见耶稣伫遐祈祷：阿爸爸啊，阿爸爸啊！请注意，遮有2个无共款的语言。阿爸是阿兰文，是耶稣的母语；爸是希腊文。马可详时甲阿兰文、甲希腊文这2个老爸名甲放做伙，真特别。阿兰文真趣味，发音甲咱台语拄仔共款。阿爸，阿爸就是真细汉的囡仔对老爸的称呼。规本新约圣经，阿爸这字
只有出现3届，福音书只有咱今日读到遮1届，另外2届拢是咧保罗的批示，加勒太4章6节，甲罗马书8章15节。伫后壁保罗的批示讲到阿爸，拢是伊咧苦劝基督徒，就要用即个称呼来向上帝热烈来祈祷。所以即个阿爸即个名有伊真特别的所在。神约学者 Jeremiah 耶利米亚，伊主张讲阿爸是真特别，是犹太囡仔日常生活内底用语。伊用耶稣用阿爸来称呼伊的老爸，表达出伊甲上帝中间迄个亲密的关系。亲像囡仔甲老爸咧讲话，带着信任甲亲切感，同时也表现出尊敬甲服从的心意。真侪圣经学者讲，即个称呼真特别，可能就是耶稣真正伫历史顶头对上帝、爸上帝的称呼，带有特别的亲密的感情，也是耶稣所使用特别的表达。这个表达，互咱也感受到耶稣真实的人性，也嘛互咱会当学习，像保罗所讲，咱会当称呼咱的老爸、阿爸、爸来向伊祈祷。关于这个用阿爸来祈祷这项代志，神学家巴特安尼讲：，伫遮耶稣只有求，但是伊无提出要求，伊嘛无提出声明。伊亲像一个囡仔向老爸祈祷，知影伊有一个老爸通靠，会当向伊祈祷，知影老爸理解伊的需要，嘛将伊放伫伊的心头。不过呢，伊嘛知，伊的老爸掌管万有，所以老爸稳准要发生的代志，会是上好嘛上适当的。所以最后，伊愿意接受上帝之意。巴特详细讲，伫遮耶稣并无看轻，还是放弃伊的性命，嘛无看伊做无价值。但是伊愿意牺牲伊的性命，看伊做宝贝，是奥地底下隔离的性命。各位兄弟，读到这个所在，咱看见耶稣确实有求，这个杯求你甲我摕开，但是最后伊却赢过人性的软弱。接受上帝神圣的旨意，伊安尼祈祷讲：，毋过毋是照我的意思，就照你的旨意实现。伫遮，咱真清楚看到2个无共款的意志，一个讲毋通照我的意思，就照你的意思。所以有2个意志伫遮出现，而且这2个意志其他无共款。拄仔读的时阵，咱可能会想讲：，这2个意志是毋是一个是老爸的意志，一个是囝的意志？但是大多数神学家无赞成，因为圣爸甲圣囝若意志无共款，会破坏三一上帝的合一。所以，若神圣的上帝只有一个意志，伫遮为什么会出现2个意志？应该就是讲，伫基督身躯顶有神性甲人性，2个拢有伊的意志。神性有一个意志，人性嘛有一个意志。这也真有意思，就是基督教会伫第7世纪，公元680年第3届君士坦丁堡的大公会议，有做出这个决议：基督两制选，中基督有2个意志。后来到中世纪，出名的神学家阿奎那，伊也安尼做结论，伊讲咱爱认定
耶稣这个人有两个意志，一个是人性的，一个是神性的。耶稣是完全的人，所以伊有一个人性的意志；伊也是完全的上帝，所以伊有一个神性的意志。也安尼，咱伫克西马尼园看见伊这两个意志彼此伫遐挣扎，这个过程是一个人性的过程。真有意思的，若容阮我搁继续加推落去吼。中世纪的时阵，有一位修道院的院长，叫做 Hugh of St. Victor， 吼，圣维克多的修，吼，这是真出名的神学家，嘛是灵修的作家。伊写一篇文章叫做《论基督死的意志》，吼，论基督的死的意志。哇，伊的分析搁较有。伊讲耶稣毋但有神性的意志，甲人性的意志，伊的迄个人性的意志，佫会当分做三个：一个是理性的意志，一个是敬虔的意志，一个是肉体的意志。迄个理性的意志知影讲啊，伊都爱顺服上帝；啊，迄个敬虔的意志，互伊愿意顺服上帝。但是迄个肉体的意志，却对死亡感觉惊吓，感觉苦恼。这位修道院的院长的讲法，确实有一点仔复杂，但是伊真实表达耶稣的处境，要完成上帝计划，耶稣伊理解嘛接受伊爱受死，总是伊犹原感觉惊吓，感觉着惊，感觉忧伤，这是真实人性的表现。咱阁继续读落去，看今日经文的第二部分，14章37节，伫遐摕到耶稣转来，看到门徒在困。这段表达，互咱想到一样代志，这门徒拢困去啊，所以耶稣伫遐惊吓，伫遐着惊，伫遐祈祷时阵，因无人听到。换一句来讲，咱今日这读者，诚做忠实的见证人。咱读到耶稣迄个真实的故事，颠倒这三位，咱讲领导的三位门徒，伫遮面对肉体的有限。耶稣甲彼得讲：“西门，你咧困吗？你敢袂当警醒一点钟久？是无？为什么叫彼得叫伊西门这个名？迄就是伊古早还袂做门徒，伫旧人生中间的名。为什么叫伊伫遮叫伊西门？咱毋知影。学者有两种推测，一种推测就是讲，彼得已经失落伊做门徒的命运啊，因为你看伫遮袂警醒，过来无偌久，伊就要否认耶稣，所以伊已经袂当做彼得啊，伊敢若倒转去做西门。但是另外一个可能是耶稣伫遮继续表现伊的人性，因为门已经深，死亡伫要来，耶稣咧惊吓，伊叫彼得西门是看伊做朋友，希望朋友会当伸手陪伴伊面对这个苦难。结果咱知一连三届，这三个学生拢互耶稣失望。耶稣三届倒转来，因目睭涩甲开袂开，互肉体的软弱所赢过。讲到这，神学家巴特搁一届提醒，这三个学生就是代表咱，不管是信徒，是信仰团体，是基督教王国，还是整个的教会，伫这个时阵拢困去啊。耶稣单独面对十字架路，无人分担伊的重担，无人会当帮忙。
伫遮咱读到耶稣有一连串真有象征性的表达，但是遐意思拢无清楚，互咱知影讲真明显，迄个时阵的场面真正真混乱。咱看到伊讲，恁还咧困，还咧休困哦。哇，即句话就有无共款的意思。即句话若是直述句，就是敢若咧讲啊，恁那一直咧困咧。但即句话嘛有可能是质问句，恁还咧困哦？遮尔危机啊，恁还咧困哦？嘛有学者讲即句话，嘛有另外一个可能的意思是命令句，佫带有一种关怀的心，讲啊困啊困啊。若佫会当困，就佫加困一下啊！无共款的表达，毋知影是倒一个，场面真混乱。另外，耶稣讲到呀啦，即句话嘛无清楚，因为即个动词到呀啦，通常是在做生理用的动词，就是表达讲啊，咱的交易已经完成。啊，若是即句话是即个意思，真有可能就咧指犹大出卖耶稣这样代志，因为犹大甲犹太宗教领袖已经有完成一种的协议，但是咱若较开阔来看即字讲教业啦，伊嘛会当互解说做讲事已经成，事已经成。换一句来讲，当耶稣决定讲伊要顺探上帝旨意的时阵，规个局势已经定，已经无法度佫挽回啊。佫有第三个表达讲，时间已经到，看人子受出卖交互罪人的手啦。耶稣安尼讲是咧哀叫，还是咧做宣告？咱嘛毋知。但是伫遮的同时，到啊，时间到啊。即个希腊文讲言语肯，即句话甲马可1章15节同款的动词。伫遐耶稣讲上帝国君啦，上帝国君啦。啊，若是即两个有相关，安尼伫遮，咱看见耶稣伫遮讲的这话，拢总有伊真特别的意思，得表达一种真迫切感。一种临场感，耶稣知影伊的使命要开始来完成啊！迄个大变动已经来啊！人子要互交互人的手，伊的性命要带来一个新的时代。咱读到最后一节14章42节，伫遐讲起来，咱来去，恁看。出卖我的人来啦！读到即节，咱搁一摆看到马可真特别的文学的迄种技巧，上面即个故事真人性。耶稣真惊吓，真软弱，然后身躯边缀一阵袂通信赖的朋友，总是因都爱上战场，要面对迄个大变局的时代。但另外一方面，这个故事嘛反映上帝神圣的计划，因为耶稣将家己完全交伫上帝手。伊讲，毋是照我的意思，就照你的旨意实现。伊勇敢行出去，呼吁门徒缀伊出去，因为上帝神圣的计划就要展开，也无偌久要实现。各位兄弟，今日这段经文对咱有甚物启发？我甲大家分享2点。头一点，咱着认真看待耶稣真实的人性。今日的经文，互咱真实看待耶稣的人性，常时也反省咱家己的人性。过去咱伫参加查经班，
啊是讲咧小组讨论的时阵，有读到初代教会圣经的一寡研究的时阵，咱可能拢捌听过。初代教会面对一个足大的信仰的挑战，当时上严重的一个异端，叫做诺斯底派，还是叫做灵智派，Gnosticism。这个灵智派还是诺斯底派，是受到希腊二元论的哲学的思想，嘛受到波斯善恶二元论宗教观念的影响，产生的一个学派。因认为只有灵魂才是善的，肉体甲物质拢是邪恶的。人生都要克服肉体甲物质的有限，追求心灵的道路。所以因追求禁欲，追求苦修的生活。也安尼，因提出一个对耶稣真特别的观念。因讲耶稣是一个灵。耶稣并无肉体，耶稣是上帝囝，身躯若有肉身，肉身是邪恶的，安尼就袂合。所以因讲，你看到耶稣的时阵，敢若看到一个人，但是伊是敢若影那定。这就是初代教会真有名的幻有说，Docetism。所以面对这个真敢若听起来有即么道理，总是错误的一个二元论的思想的时阵，咱知影初代教会就写头一个圣经《使徒圣经》。咱有机会定心去读《使徒圣经》，毋是敢若读过哪定，认真去读伊内底遐个文的时阵，你会发现讲真特别。《使徒圣经》讲到上帝敢若一句话一抓那定，讲到圣神嘛是一抓那定，但是讲到我信耶稣基督是规大段的。迄规大段内底，咱看见伊咧描写耶稣的一生，伊道成肉体的过程，也会使讲将耶稣真实的人性、肉体的经历，咱看咱读内底讲伊伫本州彼得岛任内受苦、死、埋葬、落阴间。这是咧讲耶稣的肉体甲伊的人性。当然，咱知另外一个圣经《尼西亚圣经》是要强调耶稣的神性。耶稣甲上帝是平等的，伊也是真正的上帝，是三位一体内底的第二个。不过，使徒圣经甲咱今仔日的经文是直接结合做伙的。唤醒咱认真看待耶稣的人性。确实，真侪时阵，咱会忽略，还是无看重耶稣的人性。咱想讲，耶稣遐尼伟大，伊哪会惊吓？伊哪会忧伤？伊哪会痛苦？伊哪会拍伫涂骹兜？看会当，互伊免经过即个痛苦的时间袂？伊哪会亲像一个无助的囡仔，大声甲阿爸爸求讨？咱可能嘛安尼想，总是加尔文甲咱讲，咱爱拒绝即种对人性过头理想化的描写。加尔文安尼讲，有真侪基督徒敢若亲像希腊的斯多亚哲学家。认为讲，人若忧伤、哀哭、过头烦恼，还是伤心，就是一种性格堕落的表现。甲你问讲，咱就要拒绝这种无人性的哲学，因为咱的主耶稣用伊的话，嘛用伊的实际行动来表明这种思想的错误。耶稣会惊，伊哀求。伊也啼哭。甲你问讲，咱毋通因为真实的情绪的表达感觉见笑，嘛无需要认定耶稣甲咱无共款，因为耶稣的人性就是咱救赎故事真要紧的一部分。
甲你问安尼讲，耶稣人生的道上，若亲像甲基督神性的荣耀无一致，看到伊去互惊吓甲哀伤所打击甲影响，真侪圣经学者想尽办法要闪过这段经文的解说，总是甲你问讲，因的努力是错误无帮助。因为咱因为耶稣捌经历惊吓甲忧伤来感觉见笑，咱就会失去咱救赎的意义。正亲像伫十字架顶肉体的痛苦甲折磨，是真实无虚假的。耶稣心理上的痛苦甲折磨，嘛是真实无虚假的。第二，今日的故事邀请咱来面对克西玛尼的迄个折磨甲试炼。阮牧师团队顶礼拜咧讨论这段经文的时阵，黄春生牧师马上提出讲这克西玛尼是一个真水的上灯。上灯每一个人拢有克西玛尼的这个经验。确实，咱会当为这个角度来思考咱家己的人生。伫这个故事内底，门徒甲耶稣分别提供咱两种面对人生的试炼的回应的模式。上面咱看见三个门徒，虽然耶稣一直甲因提醒，着警醒，着祈祷，毋通陷落有隙，总是因最后也是去互肉体软弱所赢，甚至到最后放弃耶稣逃走。总是另外一方面，耶稣嘛惊吓，嘛痛苦，嘛心忧伤到要死。但是最后，因为伊愿意委身伫上帝旨意，伊赢过这个有限。伊甲上帝心意中间迄种真人性化的挣扎，嘛提供咱后世后代的学生一个典范甲提醒。做一个读者，咱读到这个故事，可能会伫三个学生的失败看到咱家己。总是咱嘛会去互经文内底耶稣迄个奋斗甲挣扎的气力，甲咱冲击。耶稣命令咱着警醒，着祈祷，才袂陷落伫有隙。当咱真实面对试探甲有隙的时阵，耶稣激励咱。挑战咱跟在伊的脚步，虽然行过孤单的迄个山谷，总是着爱继续勇敢，忠实伫上帝的旨意。咱伫今日经文内底也读到几个关键字，拢呼应进前马可的信息。34节甲38节，伫遐讲着警醒，这呼应耶稣伫13章结尾的教导。三个学生遐尼紧就袂记咧嘛，提醒咱爱专注、爱警醒。35节甲41节，伫遐讲时间到咯，时间到咯。吼，36节伫遐讲杯，迄个苦杯，这拢在提醒咱马可福音一路引带咱到呾知影耶稣最后面对十字架痛苦的时刻已经来啊！上特别的，今仔经文咧讲克西玛尼，这句话，这个地名的象征意义，咱拄仔讲，伊的意思应该是伫遐压榨橄榄的一个所在。咱想象一粒一粒的橄榄，互石磨甲碾压过，甲碾压过，迄磨心折磨的过程。耶稣的人生嘛是安尼，去用碾压过。那呢，咱看见历史上侪宣教师，嘛拢经历这种人生的挣扎。去年咱的纪念马偕750周年，马偕是伟大的宣教师，但是你看伊人生有偌侪遮尔人生挣扎的过程。坐船要来台湾的路的，伊家己问家己：我敢有可能阁转去我的故乡？
我敢会着死伫即个要去的所在，你家己心内着惊。咱若读伊的日记，最后迄半冬，伊因为脑癌症，不得不去香港看病。逐工伫香港，毋知要安怎，就干那等医生甲伊讲啊，有较好无安尼。逐工伫遐折磨，到尾啊，伊知，医生也讲袂好啊，你转去吧。伊才转来台湾，几个月了就过身。迄个折磨的过程，5月20，咱要差派宣教师广福甲唯一转去缅甸。旧年咱听见伊咧分享的时阵，伊讲：我若去缅甸，我毋知我会当佫见着恁无？我毋知会使佫转来。这拢是一种克西玛尼的折磨。第二次世界大战，殉道的潘霍华，伫伊的批内底啊，讲起伊知影伊已经无法度逃避死亡的命运的时阵，伊写一首诗：我是谁 ？Who am I？ 伊内底讲：上帝啊，你知影我是谁？别人看我敢若真牛、真优秀。是一个真好的牧师，文化真优雅，总是只有你知，我是一个两面人，我内心有足侪虚假。上帝啊，我伫人面头前是安尼，伫你面头前我是另外一个。我其实是一个不断惊吓、失败、孤单的人。总是最后伊讲，上帝啊，无论我是谁。你在我的心，我是属于你的。各位兄弟，今日这段经文是真深刻的一段经文，伫遐表现耶稣真实的人性，包括伊因为惊吓、哀伤，表现出人性的挣扎，以及伊甲阿爸爸亲密的关系，甲一种单纯信赖的态度。伫即个故事内底，对真侪基督徒来看，咱看到耶稣上真实的一面。耶稣伫即个故事也上承咱，上接近咱。天主教学者 Raymond Brown 伊做结论讲，这段故事结合人性的受苦、心性溃烂的帮赞。以及孤单献上家己的心境，这个故事，互咱这个相信耶稣的人，拢搁较深来听伊。咱三到下头来祈祷。温天跳人的上帝，阮今日伫耶稣伫克西玛尼经历人生的痛苦中间，学习信仰的功课。恳求你，互阮搁较深体会耶稣的人生。所表达的信仰意义，也通过安尼帮助阮面对阮家己人生软弱挑战的时，有对你遐来勇气、智慧以及信心的帮助，来行阮人生的道路。阮安尼祈祷献上感谢，托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三个来念回应诗，圣诗505首，歌马忠实。请起立念全首。
侪，这是讲道时间，咱要为下面3项代志来祈祷。头一项，为着疫情降解，恢复疫情前生活来感谢；第二项，为着全球气候变迁、环境保护的行动；第三项，为普世同心，促进上帝国的新世界。请会众同心开声来祈祷。讲道煞，请司院长朱家军执事来做结束祈祷。至神至高的上帝，万物拢是你所创造，你是人类大主宰。阮感谢你的怜悯，保护全世界脱离 COVID-19 的威胁。阮求你继续施落慈爱，互阮会当恢复以前正常的生活。威严慈悲的天父，你指派伦理。管理你亲手创造的万物，因为人类的软弱甲自私，反倒等伤害着你看做真好的一切。阮恳求你天地，你的原谅；恳求你止煞灾害，互万物安息；恳求你教示阮，引带阮，互阮真做甲土地。万物有好的关系、好关系。国外的主，你是教会的石盘，是教会的头。你指示阮恋爱这条上好的道路。恳求主赐下信心，坚固阮，提醒阮，着争取，心心刻在，着勇敢，用仁爱甲疼心做一切代志。伫地上同心实现上帝国的福音，阮咱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基督圣名来求，阿免。这是咱三个来奉献。请继续奉献时啊，做人的祈祷。
请坐，这是我来报告。请掀开周报，通知4项。头一项，布克雷牧师，伫咱教会邀请，要伫下礼拜5月7日，上午9点，伫第一堂车来讲道，下昼2点，伫济南讲堂来主讲关心受造界，欢迎兄弟来参加。第2点，今日上午11点，有全教会讲座要邀请韩国的宣教师赵和英、胡根英牧师来分享韩国教会现况甲宣教事工，欢迎参加伫地下室吼。第3点，疫情降解对明仔载开始，恢复疫情进前的生活。除了伫病院以外，咱喙安吼，随咱个人来决定要挂还是无爱挂。第4点，暑期儿童营要招募童工，儿童营伫7月初3到初7，有需要备产的童工、青少年的童工，若有意愿要参加，请甲细方长老，也是甲办公室遐来联络。第5点，咱这个暑期儿童营，即摆已经开始会使报名，欢迎兄弟邀请各校的学生来报名，嘛需要协助的老师助教，时间拄有讲7月初3到初7有5天，对8点到下晡时6点下晡5点就开始放学，内容有自然生态、欢乐、圣经故事，另外有野外的课程伫7月初5拜3迄天有伫迄个日东花园生态园区。第6点，去年度的奉献收据，已经照会友的授权，已经传对国税局，若有需要纸本的奉献收据，请伫4月底就是今日以前办公室来登记。第7点，咱去年的主日的讲道已经出版，放伫办公室的交易厅，欢迎每一户用摕一本。第8点，今年的古筝的写生比赛伫8月初5到13，即家开始会使接受报名，嘛定伫9月17来颁奖。第9点，咱教会甲基督正边合会台湾四合院共同册派缅甸的宣教师讲福会议，因全家要登记缅甸来宣教，继续开展跨文化的宣教事工，伫曼德勒青年宣教的计划，请兄弟为着缅甸的宣教代祷甲奉献。伫5月20，有伫台神的大礼拜就有即个登去缅甸的祝福的礼拜。第10点，5月28是圣神降临节，迄天咱会举行圣礼典。若有预备心要来接受洗礼更新礼，请牧师来报名洗礼课程。具体消息，吴秀祥兄弟伫4月19安歇主怀女婿94冬，愿上帝安慰甲祝伊作同在。个别礼拜安排伫5月13下昼1点，伫咱济南教会的大礼拜堂。
开会消息，保养部门的会议定伫今日下昼1点到2点要召开保养部门的会议。另外补充报告，少年团结因的灵修春之旅一日游，伫5月17，拜三，早是7点集合，8点出发，地点伫永安渔港 X Park 水族馆，华泰名品城，费用65岁以上200块，65岁以下1000块，请李丽玲技师来报名，报名到5月75为止。其他团体消息、教界消息、大多事项，拢请家己看。这时要请牧师来介绍新朋友甲请安。各位兄弟，咱今日有2位来宾吼，一位是余广杰，余广杰先生请伫后壁遐。另外一位是古早伫咱浙南教会服务的牧者吴天明牧师的查某囝，对洛杉矶倒转来，吴淑月姊妹我的迄个幼儿戏是吴天明牧师甲我说的好，请咱兄弟彼此请安者。三个来唱圣诗400首，愿主人来甲你同在，请起立，临时煞请牧师来祝祷。愿阿爸爸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盘给一切人所想会到的，伫咱的主耶稣基督内面，保守恁的心思意念、生活、工作、甲服侍，对即时到永远无煞。阿免。请坐，来到闭会，需要带到的兄弟，请来到真正来路边雨伞骹，牧师顶落也是当工来为你祈祷。